相比于动物园的雪豹，野生小雪豹的生存环境就恶劣多了。如果小雪豹在野外走丢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那它就随时可能遭到灰狼、藏獒等野兽的攻击，因为母豹是经常需要外出捕猎的，不可能一直在家带孩子。而小雪豹的好奇心又重，经常会由于想要探索外界而走丢。当然，最绝望的情况就是母豹捕猎时遭遇了意外，那没有食物来源的幼崽就只能等死。这时你可能会问了，那小雪豹的爸爸去哪儿了呢？其实除了狮子，其他的野生猫科动物都是独居的。雄性雪豹在繁殖期结束后会立刻返回自己的领地，如果赖着不走，很可能会被母豹视为入侵者。那他俩一个带娃，一个捕猎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分开呢？因为一个地方的食物是有限的，雄性如果不回去，自己的地盘很快就被别人抢了。即便是小雪豹，也会在1岁多的时候被妈妈赶走，这样能有效避免竞争和近亲繁殖。但据说很多小雪豹依旧会偷偷跟在妈妈后面。最后不用担心开头的那只小雪豹，因为它成功的被妈妈找到了，而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也能成为威风凛凛的雪山之王。